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几落块台语歌名拢有讲到付出，像付出、为你付出，也有为伊付出的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付，读好有付第三条。这个付就委托的意思，咱讲付托交付。另外，这个付嘛有交付人的意思，咱讲是付出寄付。也有拜托人倒摕物件去交人，咱讲是付寄。若交付执行，咱讲是付执。也有对待应付，嘛人讲是对付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寄付，这个词是为日语来的，意思就是家己自愿捐钱。第二个词读做应付，代表是想办法来对付，或者是凊彩做有交代就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公益基金会为了要来应付今年预算无够的问题，特别发启事，希望有热心的民众发挥爱心，大家做伙来寄付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付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